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6，诗篇118篇15节安尼讲：伫义人的报边内，有欢喜的声，拯救的声。耶和华的正手施出大权能。三角来祈祷，正手施出大权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赏赐丰盛活命，互阮有真实平安的上帝。主啊！你是互丧乡变富有，哀伤变喜乐，失败变得胜的全能主宰。主啊！你互日出日落照时，你互雨水降落润泽土地，你互万米生长，你互人得养饲。主啊！因为你是创造的主，你是万福的本源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伫世间虽然有艰难，伫人生的路途中虽然有苦难，主啊！总是伫义人的报边内，有欢喜的声，拯救的声。耶和华，因为你的正手要施出大权能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